这。坐啊出来啦，无妈妈要甲你饲。坐啊出来，妈妈饲袂着。妈妈甲你讲吼，你若舅自细汉就拢伫咧恁外公的身躯边，啊是7、8年前才出外去打拼，啊恁逐年的生日礼物啦，啊是过年的红包，伊拢毋捌漏交过呢。你讲，安尼恁阿舅敢是歹人？妈妈伫讲伊无听哦。伊骂爸爸啦。恁阿舅是甲恁爸爸咧参详妈妈要开店的代志，因是咧参详袂好势，毋是咧骂恁爸爸啦。妈妈讲伊是歹人啦。阿妈黑白讲的啦。幼稚，免讲阿妈的歹话。妈妈教恁讲囡仔人爱安怎？有戏无趣。你看，你用树顶飘去拍人，恁小弟仔随学会晓。后摆吼，你是袂用阁做歹模样，互恁小弟兄妹看哦，知影无？来，姑诶，妈妈来这边。妈妈。身高，意外，你阁走去班会哦。妈妈抱哦，你看，哥哥身高拢啊乌，你看卖，你看卖，妈妈甲你试一下吼。有钱以外，乖乖哦，阿平等下有约在陪你佚佗哦。哦，啊哈，你手机无够有创呢哈！啊，囡仔若较后走吼，嘛走袂赢你这条困线索。无记，歹势啦，啊你拍菜早较细致咧。我知啦。哎，较细腻的呢，弄到一个大刀哦。太准，你来做来食啦。哦，哪要甲你讲见面摕到啊？真是哦。啊，伫咧倒位？点是安怎算啊？找到几啊位啊，有好有歹啦，啊所以价钱无共款啦。你来看卖哦。安尼啦，我这款款的，较下晡再来去啦。啊哈！啊哈！啊你，啊哈！无你是安怎啦哈？慢慢来讲，慢慢来讲，吼。哎，你今仔这海产是有钱啊无啦？有啊，啊，都渔船才入港，啊，才落货啊。哎呦，哎，无敢会水无清气。袂啊，国记，啊，你哪会问我这啦？哎呦，迄外面哦，迄人家食到到地哦，即摆哦，有诶咧闹，啊有诶咧吐啦。啊！英主啦，英主啦，英主啦，来啦！啊是咧创啥咧举向我，慢慢看啊！英主哪里啦？无伫个啦，哎，人伫倒啦，我急要找伊呢。哎，都无伫个咧。这间厝吼，红价倒顶无顺，我上大，我用做主的啦。你若用做主上好啦，啊哈，即摆伫派出所啦，你紧甲看卖啦。派出所，爱去派出所创啥？啊，当然嘛是有代志啊，啊，无敢会讲起啊，甲所长签大家乐。啊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就下昼这摊啦，一寡人家食甲人家吐就老啦。啊，即摆警察甲卫生局的人来去问啊。哇，啊这条有足大条的。就是袂细条，毋知叫你讲爱去看卖啊。哦，袂用咧咯，我今年犯太岁，我袂用去看的。无咯无咯，好，恁若袂用的，袂紧，英俊啊咧，啊，你甲我讲，我来找伊，我叫伊来去啊。搁较袂用咧，我甲咱永存啊，这个后生尔呢，啊，毋拄若阿下连累着，暗杀衰死。拜托的，伊是恁新妇呢。哎，这个败害门风的查某，我才无要承认咧。啊，好，袂紧，吼，啊哈，若去用掠去关，你则做去食无，带你3个孙去路边奔。我找廖春霞小姐。係人啲內底。太准，啊人呢？啊，搁伫咧内面咧问话啦。哟。啊，今麦代志安怎？我老实甲警察讲啊，我煮啥物菜下啥物料，我无偷食包啊啦，毋是你会用摕转去验啊？无啦，我毋是问这啦，我是问讲食歹巴肚这样代志吼，你敢有责任？我嘛毋知。卫生局人有来包菜尾转去验啦，啊若验出来就知影原因啦。
啊，是毋是有责任，嘛要等你长才会知影。阮当是安尼啦。啊，今摆才来转来袂？英俊敢有伫厝诶？无啊，连恁大家嘛毋知伊走倒去啊。安尼幼稚就伫要放学啊，转去敢会找无人咧。大姐啊，拜托咧，囡仔先甲我带转来，啊等幼稚转来吼，10块咱就还因食，啊身躯洗洗地写写咧，叫因较早困。啊你呢？阮嘛毋知影当时才因转啊。哎呦啊哈！我看到你安尼哦，哪有空哦，叫我低起来啦。好啊，囡仔先带转来，日早佫讲啦吼。了唱透条的代志，敢就会解决咧。吼，好啦，吼，甲牛转来去，吼，恁慢慢过来甲警察伯伯讲代志。来先转去。无要紧，来阿姨先带你转来吼。你等吼。先转厝吼，乖。喂，爸，是你哦。无啊，我哪有要甲伊离婚？无啦无啦，你毋免转来啦。英俊，无啊，我哪有甲伊哥哥甜咧？哎，你莫听文声都喺你后白讲啦。无啦无啦，你毋免转来啦。爸，明日吼，我去要50日佚佗。啊，我正有代志，我要出去，等下再甲你联络吼，拜拜。要知影啥？直接问我，免闭我头听啦。婉如，婉如，你是讲真啊讲假？什么真啊假？无要甲我离婚的代志。你巧巧人，煞听无真啊假？原来你只是咧骗爸爸，我爱互你转来主动，你对无？你搁甲杨俊来咧斗阵是毋是？你搁继续挂迄支电话啊？搁看英俊敲电话来无？你就知影。免啦，我刚才看你倒门下下开店吼，我就知你咧变啥梦啊！阿霞开店，伊要歹运啊啦！你讲啥？阿霞哪会歹运？伊嫁互英俊就歹运，拄着我，搁较歹运。你莫搁闹落去好无？是啥咧闹？是啥物人咧闹？我接一个电话，你就伫房间偷听。我是犯人心，这间是降价心。是啥甲咱生活变成安尼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这一切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好。你要安怎过日子？要安怎过生活？你讲嘛？你即马讲，敢袂伤蛮心？婉如，婉如，你莫出去好不好？婉如，婉如，你莫出去啦，留喺厝里嘛，咱好好讲嘛。婉如，莫安尼啦，婉如，婉如，婉如，你走啊！我看你往哪走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你甲文声是搁安怎样？翁仔某做袂落去啊？安怎？阿霞要开店啊？你要做面头家啊？吼？也要开店啊！啊，我也无来斗3工着。啊，你安尼问我，我嘛毋知要安怎甲你应啊。随在你啦，我也无甲你办户口啊，死嘛无法度死偌哩。时间无早，咱来转来。我无想要转来。你要陪我嘛无要紧，我家一个多只县东风，先甲明仔早起。
咱先来食暗顿，啊食煞，咱才来拍算看买倒啊，好无？亲嘛，菜拢烫烧好食饭啊啦。这点是阿霞办倒的菜尾，是啊，这有够夭寿的啦！啊，这害别人食到歹腹肚，啊，才要摕倒互我食，按别人害无够，嫌我做要害来斗。无啦，这是阮走道先卡起来的，阮食拢无代志呢。那恁走道拉过吼，全恁的喙烂啦，原来足无卫生的啦。你这个人实在有影嘞哈！啊，先食惊死，啊慢食嫌无卫生，你实在足歹风态呢。我囝，以后伫咧火炉顶里耍水啦。我看吼，你规气身躯甲洗洗来，吼。好佳仔吼，我无叫恁后生啦，也若无吼，我这条命吼会互你这老收去啦。搁紧，目睭落来扑出来。停，啊这啊，毋食。我毋敢食，你足垃圾鬼的。哎，放心啦，袂甲你偷死啦。你若食了正经的安怎吼？我负责送你来去病院灌肠。呸！我若要食这吼，我袂甘愿来食迄落番薯签椒盐。哪有物件你正经食的咯吼？我毋敢甲你动。太全啦。阿霞敢真是用掠来关？足歹讲哦。你若毋去甲救吼，干脆正经去互关咧。啊，毋过你也无要认这个新妇啊，你一直烦恼啥？无啦，啊这三顿都拢伊咧款的，啊万一伊若真是去用关，我敢真是爱三顿食番薯签椒盐做饭吞哦。哎哟，有影无简单就对。阿霞做你的路财做遮久啊，头一遍去互你想到伊的好处，啊，毋过真歹势，阿霞到今嘛还袂转来，吼，伊嘛毋去转，咱麻烦你菜尾罔情。啊，若阮某吼走倒的尔啦，我烧煮山珍海味互你享受，吼，歹势，吼，拜托个食啦，啊无等下阿霞佫讲吼，我甲你苦毒。友情啊，友弟啊！小朋友，食饭哦。食饭。哎，手爱洗洗，等来食哦。啊，你讲去食饭，你正在吃饭。我当妈妈。当你妈妈。袂歹哦，啊，有效呢，啊，我家在你整到恁老母，你若整到恁老爸，伊就死人性，你就了咧。阿姑，你查去找阮妈妈好无？去派出所找你妈妈。好啦，但是你爱先食饱吼，你食饱，阿姑才带你来去。幼稚，太转。妈妈。你哪有通转来啦？一个警察讲我要转来，我就先转来啊。阮卡上有小友啊因呢。我拢伫内底啊。啊，啊你毋是讲要食番薯签配盐？啊哈，转来啦，有人通煮互你食啦。啊哈，啊你转来警察有对你后面来无？无啦，就警察叫我转来。啊你毋无代志啊？叫我等消息啦。咱都也袂平安的咧。啊哈，我都听到你的声，好嘞，佳仔，阿弥陀佛，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。友爱，友爱。妈妈好啊好啊吼，食饱再去讲啊。先食饭啦，来，我带饭。小记者。我记太早，真多谢恁吼。啊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啊对啦，拄啊吼，老人囡仔拢伫啦，啊我较歹势甲你问哦，
啊，今仔日派出所的代志是有要紧无？要紧，免讲嘛有要紧啊，啊是讲，听伊讲，敢若有人要害我呢。安怎讲？啊，就有人伫鱼翅间内底掺下药啊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啊，就有人伫鱼翅间内底掺下药啊。掺下药啊？安尼讲起来，就真正是有人要害你，就对。煞唔知，啊无下敢要将下药啊当作味素甲掺喺鱼翅间哦。迄警察敢有甲你讲啥？因叫我先转来啦，啊讲免乌白走，啊警察若要找我，就爱互因找有，啊若无，啊若无安怎？啊若无，我就变通缉犯呢。哎呦！也毋捌做什么歹代志啊，若是因为安尼变通缉犯，敢毋是足歹名声？袂啦，啊！你若惊警察找你哦，你要逐工走去警察局问看有你的代志无啊？哎呦，你嘛毋通遐三八，你甲派出所当做便所，欢喜就去拘者啊？无啦，我是看下着去甲呢，啊无我是要安怎讲啦？你上好是点点莫讲，较免三讲四毋对。哦，放心啦，无代志啦。迄警察的意思是讲叫你踮厝的吼，啊毋通乌白走，就是尽量甲因配合啦，安尼歹人较好掠着啦。啊对啦，啊若掠着歹人哦，你就平安无代志啊啦。太泉，我即句安尼在讲对无？对啊，也毋过算废话。总讲若是掠着歹人，敢会当替我赔我了伊遐个钱？但十几块多呢，拢总10外万，我是要通去人收。这是不要紧啦，人来食赌，害人去互医生看，无甲人互药敢会用哩？是讲医药费毋知爱偌济，安尼算算咧，我即几年欠的钱，都毋知有够了啊无？啊，即声要开店，我看是开袂成啦。放心啦，钱的问题吼，我甲你斗3工啦。讲较歹听的啦，歹人掠着嘛，再叫伊赔啊。我即摆是无想遐济啦，只要遐个人客会当平安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互恁陪因规工啊，较早转休困啦。若是有啥物代志，我再甲恁讲啦。啊，你家己嘛较早休困的吼。安尼阮来走。我行哦。咱即个英俊，出去佚佗规工，到即摆佫还袂转来，啊，扣角嘛。大你是咧笑啥？我感觉做人真悲哀，大概还没做伙的时阵，就感觉足自由自在。也毋过，你也无迄个胆量，嘛无迄个才调，互我过着幸福的日子。还没做伙了，大个倒转含问先啊斗阵。爱感谢是互你遮尔讨厌心。是啊。伊互真讨厌，也毋过伊嘛无毋对，因为我是伊的家后，有这权利要求我乖乖倒咧厝的，事事项项拢听伊的发落。我真少听你讲伊无毋对呀。是啊，也毋过，若对着参像我即款某，伊就毋对啊，我哪会当互人管我啥物？